設立第三堂崇拜嘅目標係好想安排另一個時間，以簡約嘅聚會模式同埋貼近生活嘅信息，讓本區居民能夠認識福音。第三堂崇拜係上帝俾牛浸嘅一份使命啦，叫我哋去到社區當中回應上帝呢份嘅愛。咁我真係期望能夠開到呢個窗戶，係讓一啲唔同作息時序生活形態嘅人都嚟到牛浸，可以認識神、敬拜神。我期望咧第三堂崇拜係上帝所使用，上帝吸引本區嘅居民翻到嚟聚會認識福音，讓有一班新嘅人，可能係冇平時啲時間唔翻到教會嘅，又或者佢哋係本來冇翻教會嘅，都能夠嚟到啦。至於對係教會會眾嘅期望，我希望係全民皆兵，同心侍奉，傳揚福音。希望弟兄姊妹喺禱告裏面去紀念啦，無論係紀念你自己嘅侍奉人員，或者可能你係為着街坊去禱告啦。鼓勵所有嘅弟兄姊妹咧，無論喺禱告嘅裏面啦，一定要支持我哋啦。又或者如果你就係有感動嘅話啦，可以咧參與咧唔同嘅侍奉嘅崗位啦。我認為弟兄姊妹們可以嘗試去到積極參與啦，去到崇拜嘅當中，去到同唔同嘅新面孔啊，去到傾偈啊、交流啊，了解下佢哋啊，或者分享下福音。無論係去禮拜六嘅崇拜，定係去禮拜日嘅崇拜咧，我哋都係主內嘅弟兄姊妹嚟嘅。如果有時間嘅話咧，都可以試下去禮拜六嘅崇拜，咁去同唔同嘅弟兄姊妹一同去到敬拜神啦。陪咧其他嘅街坊啊或者朋友啊翻到嚟我哋呢堂嘅崇拜都得嘅。咁另一樣咧就係如果你心裏邊有感動去參與新嘅侍奉，特別咧係同社區服侍有關，就唔好放低個感動，記住參與我哋成為侍奉人員啦。牛浸家嘅弟兄姊妹，唔好原地踏步，為主踏前一步。